你们乡这平安，咱来串联一首诗，这首诗会当讲咱长老会的国歌，也就是说，老一辈的只要自己拢唔免看谱，就自然有法度唱出和声，而且拢背甲好势好势。虽然咱即马新的信息内底歌词还是节奏有一点点的变化，可是没关系，我们还是来唱645首，信息645首，645先哈，本来。不用赶拍子。难着咱今世，今世学的也好花。难着咱今世，今世学的也好花。唱出大欢喜的声，唱出大欢喜的声，我老亲求咱的祝福，我老亲求咱的祝福。咱三高，高处的面前。高处的面前，感谢稳定，感谢稳定，感谢稳定，哦哟！咱三高，高处的面前，咱三高，高处的面前，感谢稳定，感谢稳定，感谢稳定。感谢稳定，感谢稳定，哦哟！因为主上帝给大万王的王，上帝给大万王的王，满足。我头起嘛，家己唱唔对去，是因为以前咱讲，难着咱今生，今生的也好花，吼，即下该在注上帝，节奏有一些的地方，我刚才把它唱到旧的，因为即马新的有修我改变它的节奏，好，这条也希望我们大家都能够朗朗上口，随时都可以唱，好，来，咱个有另外一首159。住踮我心内，无惊吓自在。这首的作词者已经关心问题少年，所以你也看伊的歌词，伊是真正足关心问题少年。所以伊写这首诗是要鼓励这个少年囡仔，你爱会当，那个要安怎讲？伊的软弱会当去除，然后会当挖靠主上帝，互伊的囝遐无去，嘛会当去除迄个种魔鬼的引诱啦。
所以讲住踮我心内，无惊吓自在。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明日我心神笑念你无停，你做我光灯，互我有光明。好，来我们唱一次第一节，咱就准备上高来敬拜主。好。住在我心内，无惊吓自在。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你对我深深笑脸你无停，你做我光灯，互我有光明。再来，主做我智慧，互我通我靠，但是欠欠你你，受你照顾。你做我前边，我做你的镜。你甲我见面，我甲你同行。安静心来敬拜主。也做平安。这是咱的今日近早起主日礼拜，请咱将手机暂时关机，安静咱的心。着对上主唱新的歌，全地拢着对上主唱歌，着对上主唱歌，称赞伊的名，着日日宣布伊拯救的好消息，着对万国宣扬伊的荣耀，着对万民讲起伊伟大的作为，因为上主至大，应该受极大的称赞。这是咱起立来吟圣诗，是645首，咱就来吟诗，请起立。
到处的人间，咱这稳定，感谢稳定，感谢稳定。咱三工，到处的人间，咱三工，到处的人间，感谢稳定。感谢稳定，感谢稳定哦。因为主上帝的基督，万能的王，上帝基督，万能的王，万主。咱同心来祈祷。主爱天父，愿感谢学了你，你的话安定伫天里，直到永远。你的诚实存到万代。你建立地就长长伫地，照你的定力，因到达也伫地。因为万物拢是你伫采用，阮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就早早就伫阮的苦难中灭无啦。愿永远无袂记得你的教示，因为你用这个互阮活。愿感谢学了你。主爱天父，你捌讲过，伫世间恁有苦难，但是伫我内面恁有平安。愿活伫世间会拄着苦难，有的人伫苦难中心中充满不平、埋怨、批评，怨恨上帝对伊无公平。伊袂记你当伊以前拄着苦难的时，上帝带伊行过苦难的恩典。主啊，阮时常甲你当作极及时的帮衬。苦难来时，愿赶紧请你出来解决问题。代志过去了后，就船过水无痕。所以当苦难搁来的时，阮犹原软弱，犹原埋怨，求主赦免阮，互阮知苦难是人类生命中不可避免的。有时上帝要通过苦难来造就阮属灵的生命，亲像摩西、约瑟、大卫、保罗，因拢经过真侪苦难，但是因拢无埋怨，只有顺服。不管环境偌艰难，因拢无失志。每一摆苦难中，因的生命拢一直甲上帝相拄，到落尾拢有倚靠上帝得胜。主啊，阮知基督就是活水，耶稣就是光。倚靠耶稣的人有平安，耶稣会当互苦难变成祝福。这时，阮也要用主你教示阮的祈祷文，安尼同心来祈祷。愿天年的爸，愿你的名谢，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
因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咱来启译启文37篇，启文37篇，我来启，遐这来印。我的囝，你的心若有智慧，我的心会真欢喜；你的嘴若讲正直，我的心会真快乐。毋通心无歹人，着不时敬畏上主。将来一定有盼望。你的盼望袂无去。我的囝，着听着有智慧，互你的心行正直的路。着听叹生你的老爸，你的老母老的时嘛，毋通看轻伊。着买智慧，毋通卖。嘛着买智慧，教师甲明理。正直的人会老爸为大快乐。人生着智慧的囝，会因为伊大欢喜。着互你的父母欢喜，互生你的老母快乐。我的囝，着将你的心交托我。目睭着注意看我的道路。这时，咱来共听上帝的话，伫个《申命记》第34章第1节到第12节。摩西对摩押平原就尼坡山到耶利哥对面的比苏加山顶，上主将全地互伊看，对基列到达拿弗他利地区，以法莲甲马拿西地区，犹大地区到地中海，南边的尼哥夫甲樟树城耶利哥的平原，到索尼。上主甲伊讲：这个地是我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立誓，应允要守护因后代的地。但我互你亲目看到这个地，毋过你袂当入去遐。照上主所讲，上主的仆人摩西死伫摩押地区，上主将伊埋葬伫摩押地区北比尼对面的山谷。到今仔日，无人知伊埋葬的所在。摩西死的时120岁，目睭无花，精力无衰退。以色列人伫摩押平原为着摩西悲伤哀哭满30日。论的囝约书亚得到智慧的神充满，因为摩西捌甲伊还手。以色列人顺探约书亚，照上主命令摩西的话做。后来，上主无搁伫以色列人的中间兴起亲像摩西的先知。摩西是上主面对面认捌的。上主找伊伫埃及地对法老甲朗总的人心，以及埃及全地行真侪神迹奇事，搁伫以色列众人的目睭前，互伊有大气力做大搁通行的事。以上愿上帝的话刻掉伫咱的心。这是主日学的小朋友要来学乐，因为学乐的诗是放晴了。
愿这遮尔水的歌声，互上帝听见嘛，也真欢喜。这是咱来请吕少伦老师要甲咱分享真理的话，目前的毋忘。大家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用较单纯的方式来做今仔日的礼拜。伫今仔日的经文，传讲是摩西亲自写了5卷的册。这5卷的，就是圣经头前的5卷。所以呢，这5卷的册就叫做摩西5经。摩西5经，今仔日所读的《申命记》是摩西5经的最后一卷。今仔日所读的34章，记录着摩西活伫世间的最后一天。透过经文，互我看到摩西爬一粒山，叫做尼泊山。这是上帝吩咐伊去的所在。伫今仔日经文真特别，描写着，咱互发现，伫规段的经文中间，自头到尾，拢无摩西在讲话的声，只有上帝在讲。当上帝甲摩西讲，就这粒山去，你要死伫遐。这件代志若是发生伫咱的心上，咱会安怎想？若是我，一定会甲上帝反。现在我绝对袂甲摩西同款，无声无息。但是，咱看到摩西，伊一句话拢无讲，就安尼安安静静地一步一步行地，顺服。一点仔反对拢无。面对伊的最后一场，摩西其实一开始嘛毋是安尼遮尔顺服的人。其实一开始，同我看到经文，伊是足够话、足够烦的。当上帝头一摆呼召伊，爱将以色列百姓为奴役的地领出来，领到迄个水搁阔的地，流年甲蜜的地。摩西毋是随时就讲好，反正是问一大堆的问题，一直在下提。我是啥物人啊？哪有法度？若是有人讲是上车派的，我要安怎来甲恁讲？上帝，莫啦！我是一个喙之钝的人，是毋是甲咱现象足相像的？当上帝来甲咱讲，咱来建堂，诚做南阳区的祝福，好无？好无？好，迄是即马足勇敢的讲好。问题是，若是一开始咱的信仰足软弱的时阵，咱会讲：哎哟，教会都无啥物钱，安尼阁爱开真济时间，莫啦！即马虽然有即款状况，问题是还会使用着。一开始的摩西甲咱的现况可能有啥共款，对上帝的应允一点仔的毋忘拢无，认为这是一件无可能的代志。有真济家己的声音甲家己的想法，但是摩西后来哪会遮尔啊顺服？对上帝任何的命令拢会使接受，是因为上帝有对伊受气，敢安尼？有可能啦。但是搁较济的代志，是因为上帝差派伊做任何的代志，拢毋是虚无的，拢毋是虚假，是真实伫伊目前发生的。
上帝所做的新约基础，确实互伊看在眼内。也就是今仔日所读的经文第10节所讲的，摩西是上主面对面熟悉的。就伫摩西决定要接受这个呼召的时阵，要带以色列出埃及的时，摩西就安那，伊就经历最上帝的新约基础，经历着10个灾祸，度过半过节。埃及头生的先精生甲人，连法老的囝嘛遭害。才煞也互以色列人百姓亲目看到上帝的大作为。摩西也车啊，也拐啊，伸手指海，海水就分开，互地安那大个定。互所有的以色列人甲财产拢顺利平安度过。后面得约的军队煞沉伫海底。安尼的代志，无有一个人有法度做会到，只有上会使上帝。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亲目看到上帝的新约基础，大权能伫伊的目前展现，因就相信这位上帝是因祖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是带来五目，是行伊的应允的上帝。毋知影咱敢有亲身经验，也是亲目经历着上帝有甲咱同在。我的阿公是一位牧师，大概拄着伊，拢会甲我讲啊，迄位会友伊进前安怎，迄个会友是杀人的，这是较早牧者的功夫，我真佩服，永远都真好的精神来伫面对。阁有伊的头脑，阁足精明的，伊同爱甲我讲的故事，都是伊较早无会的时阵的代志。而且永远拢是共一段，都是伊当时受到派令，爱调到台南登山教会，伊就安那马上规家伙仔一开始用行的，然后坐车有铁牛仔来载，足无简单。到登山的山骹，结果迄天是安那偌大雨。迄当阵还无有迄叫做点仔加的路，全部拢是烂土啊，阁有石头。结果迄铁牛仔车煞掉伫溪底，因问题是足好迄当时拄好有会友伫山骹等，因都摕因的行李行去山顶。但是遐个会友行路有够紧的，无几步，遐个人都已经无影去啊，已经无去。因为迄当阵的路拢是土路的关系，结果阮阿公规家伙仔就一面行一面跋倒，规身躯拢全落个糜啊，落个糜啊。教会伫咧山顶，迄个风景特别水美好。足无简单，行到教会，想讲会使好好啊休困者。结果，即时有人来弄门讲，无师，啥物人因兜有人安休，请你紧的出来主持礼拜。啊，问题是也无法度啊，只有一个牧师，阮阿公安尼，伊就只好安那，只好紧的去行李遐。并伊的圣经诗，搁换一束西装，就出门。问题是安休的人是送伊嘛无熟悉，就爱安尼，嘛是爱安那，嘛是爱主持礼拜。遐是我阿公上怀念的教会。伊甲我称赞讲，遐个会友人真好，真善良，规个山头拢全基督徒。出门的时阵，拢毋免锁门。
因为大家拢熟悉。伫做礼拜的时阵是真享受，300外个人唱诗会自动分做4部。这是阮阿公同爱甲我讲的故事。虽然起头有一点仔坎坷，但是伊经历过上美好的一段记忆，也是上帝带领伊，互伊亲目看见规个山头，上帝伸出大权能的手来伫保护甲带领。到伫摩西要死的进前，上帝也互伊看到伊思思念念、水阁看的风景，的确是真大一片。为尼泊山往地中海的方向看去，拢是上帝应允，互一些人做产业的地。虽然伊真想要过去，但是因为摩西伫旷野漂流40年间有犯一个错误，伫《申命记》20章描写着摩西一群人伫旷野，以色列人百姓安那无水通啉，爱讨水啉，也伫遐来冤家。摩西也照上帝吩咐的来拍石盘。来出水泉，问题就伫伊所讲的话。伊讲：恁遮背逆的人听，阮就互水，阮就互石盘出水，互恁啉吗？这句话代表除了摩西对上帝的信心动摇，也互一些人看上帝无诚做成，这件代志，互伊伫即世人无有机会脚踏伫上帝要带领的迄个终点。就安尼，摩西即世人都抱着一个遗憾安息。咱应该会感觉讲真可惜，对无？心内会想讲，上帝哪会安尼甲伊对待即个伊所差派的仆人？上帝当然袂安尼，伊毋是讲话无算话，伊是信实的上帝。上帝只是互伊即世人无法度踏入迄块地。其实后来摩西伊有到伊所仰目迄个老米甲蜜的地，大家会使约看觅，迄是一个真重要的现象。都伫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到山顶伫咧祈祷的时阵，耶稣的面就安那变了伊的形象，伊的衫发出极白的光。忽然有像甲像出现，有以利亚甲像摩西，无毋对，摩西就伫迄个时阵出现伫伊所仰望的迄个地，上帝实现了伊的应允，也实现摩西所仰望的。转来到阿公的故事。其实有一件代志，阿公一直藏伫咧心肝内底，拢无甲别人讲。一直到我考调神学院的时阵，伊才来甲我讲，过去阿公捌互圣神感动，向上帝祈祷讲，伊爱有3代献身，成做上帝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结果，伊第2代就是伊的大汉后生，真正成做一位牧师。过了60年了后，忽然有一个查某囡仔为伊第2个查某囝的巴肚内孵出来。过了4年的每一天，圣神透过
透过阿公对即个查甫囝讲一个笑话，吼。上帝可能知影即个查某囡仔吼，伊的个性爱用即种方式，互伊有感动，成做伊的目标。这毋是一个规定，嘛毋是一个限制，讲你一定爱做即项代志，是一个感动，互圣神，互咱主动行即个方向，即个目标。即时的阿公已经80要90岁啊。总算上帝互阿公看到当初伊感动所祈祷的愿望，或者第三代的查甫囡仔，今仔日徛伫讲台顶，学习一位安那正水一位上帝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上帝实现伊所应允的，也互阿公所看到。这是阿公对我的信仰传承。伊伫我4岁的时阵，好亲像用智慧的神灌压伫我的心上，亲像摩西按头伫约书亚。有智慧的神降伫伊的身上，虽然我较愚戆，无法度亲像约书亚共款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老内甲密的地，成做以色列人的产业。但是我也搁伫学习，也相信以后有法度亲像约书亚共款，着专心倚靠上主。毋通倚靠家己的聪明，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捌迄位至圣的上帝，就是聪明的。即句话是阿公伫我考调一中的时阵写伫圣经时互我的话。咱其他人敢有看到咱的目标，甲咱的愿望无？上帝对每一个人的应允甲愿望虽然拢无啥共款，但是咱敢愿意来接受这份呼召，互上帝来引带阮行伊所呼召咱的路。虽然即马的咱甲起初的摩西共款，可能感觉哪有可能？这么大的代志，哪有可能会实现？但是，当咱愿意接受这份呼召，虽然这条毋是真简单的路，也有失败的过程的经验，却有搁较侪是上帝的恩典甲同在，并且上帝会互咱看到伊新耶技术伫咱的目前发生。才会经历过上帝同在的兄弟姊妹，恁敢愿意将安尼的故事来传讲，互咱的后一代无？都亲像圣经讲的，新的一代因无经历过出埃及的遐个日子，所以恁爱传讲，互恁的囝儿知影。上帝的信息甲大权能。有一天，我的大兄，伊的第2个后生问我讲：“爱怎样才知影上帝是真的？”哦，我头壳摸咧烧，这是啥物问题？虽然是足简单、足直接的问题，我无法度回答。这个问题也一直伫我的生命中间伫咧思考。这个问题目前无伫我的心上，因为各位兄弟姊妹，咱本身就是证据，咱知无？咱本身就是上帝真实的证据。咱的后一代需要咱做因的信仰前辈，因无经历过亲像咱
安那出埃及，亲像出埃及的迄段日子，但是咱是因的活信仰，咱是因的活见证。只有阮才有法度感动因，互因知影咱的阿公阿嬷、咱的爸爸妈妈的上帝有哪尼啊伟大，有哪尼啊有能力，有哪尼啊信实，有哪尼啊有慈爱。咱诚做基督徒是哪尼啊有福气的，对无？上帝都在活伫咱的身躯边，为今仔日一直到永永远远。我嘛知影有真侪长辈无迄个习惯，对家己的囡仔也是家己的孙仔讲古早的代志，但是只有安尼，迄个感动咱的心，才会加倍伫咧感动因。互上帝的信仰会使感动搁较侪人，信仰的愿望会使延续到万代。咱做伙来祈祷。信心的上帝，阮感谢你，你互阮看到济的应允，你互阮人生有愿望。伫过程中间，虽然有济的困难困苦，问题是因为你伫咱的身边。你互阮看到济的新亚基术，阁有你的大权能。即马，遮个代志，毋是只有伫过去，咱也着爱传承，甲遮个见证传承，互咱的囝儿。遮个囝儿，因为咱感动咱的神，也加倍，互因感动，互因有气力，互因知影这位上帝是真实存在的。咱因为有你的存在，咱是证据，咱是上帝存在的证据。阮今仔日来伫遮领受你对阮讲的话，阮感谢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免。这是咱来吟回应的诗歌，圣诗159首。主踮我心内，心无惊吓自在，无惊吓自在。请起立。主踮我心内，无惊吓自在。这世间只有你是我所爱，你在我心上照亮你我天，你做我光明，哦，我有光明。主做我智慧，哦，我通我靠，也是刻定伫你心里照顾。你做我的陪，我做
愿徛着，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壁倒人来受苦，变是过死埋葬轮毂，第三日伫死人中过活上天。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是咱同心来奉献，咱请恩心甲恩亲之事。请起立。请坐。听我阿爸爸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予阮有喙通唱出学罗你的诗歌，嘛会当用喙讲出对你的感谢。当我要将阮目一个对你国度的愿望摆伫你面前，求你继续使用阮，塑造阮，予阮会当活出你意爱的模样。当阮嘛献出你所赏赐阮的淡薄来做教会圣感的路用，求你接纳，阮的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请坐。这是咱来读，咱来念今仔日的经句。请。上主找伊伫埃及地，对法老甲拢总的人神，以及埃及全地行真侪新业奇事，搁伫以色列众人的目睭前，互伊有大快乐，做大搁通行的事。生命记第34章11节到12节。上主找伊伫埃及地。对法老甲拢总的人神，以及埃及全地行真侪新业奇事，搁伫以色列众人的目睭前，互伊有大快乐，做大搁通行的事。
申命记第34章11节到12节。愿上帝话刻掉伫咱的心。这是咱来迎新报告。唔知有今仔有新朋友吗？没有吼，那我们来介绍阿公是不是有来？嘿，苏金无牧师，甲惠美，你要不要介绍一下阿公？哎，嘿嘿嘿，对呀、啊，嘿，口罩拿下来看一下，哎，妈妈口罩拿下来。哦。这是咱来看报告。报告事项第一，本主任是新学生吕少伦老师伫本会上尾一届实习的迄个一周的吼，最后一周。感谢少伦老师伫教会这一年来的服侍，对上帝尽心尽力，愿上帝赐阮祝福，引带伊未来服侍的道路。来谢谢少伦老师。伊伫音乐侍奉团、青少期，甲这无干事这个短时间都协助教会很多，我们真的很感谢他。好，念伊礼拜结束了后，咱要开中职会，请中职备办心。第二项，咱要欢迎咱的干事严世佩姊妹，伊伫7月初1就要来上班啦吼，咱来。你后边，世佩，你口罩拿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哎，口罩拿下来，认识一下。世佩非常认真，伊伫6月份，伊7月才开始上班，伊6月份伊就熟悉各样的行政事务哈，非常的谦卑，而且也很，辉老师形容他冰雪聪明哈，这样。第三。7月31到8月初5下昼2点到5点，主持学要举办暑期的烹饪品格塑造营，欢迎小朋友伫幼稚园小班到国小6年级都会使报名。第4项，2023年虚手爱无限这个关怀时间已经开始啊，就是教会有人这个关怀户数是100户，所以咱。兄弟若是有感动，会使1户奉献500块这样子。搁第5项，欢迎兄弟来加入南洋教会兄弟姐妹的赖的群组。这样子的话，教会会各项的代志，咱拢会使有了解。那有啥物要分享的嘛，是伫迄个群组内底会使来分享。再来就是代祷的事项，那每一周拢有代祷的奉献各项的代志，尤其是教会，咱需要听这在各样的事情上需要代祷的，我们可以看牧会函里面的代祷函，所以像这请付上祷告的代价。搁有咱后下周的事项的当工，请注意，这咱服侍的项目哦。再来就是会计报告。咱看遮济奉献的项目吼，咱若是奉献的金额，也是奉献的项目，若毋对，请咱会使请干事，也是请财务干事写书分，吼来更正。牧师要来报告，补充报告。兄弟平安。搁一摆欢迎今仔日咱伫咧分享的时阵的主讲吼。所以，伫咱的中间，我一直甲少伦讲吼，你要讲道无请阿公来听者吼，需要鉴定者，讲安尼你伫咧遮安尼实习，安尼有通过无？嘿，所以安尼伫咧最后一遍吼，又邀请阿公来到伫咱的中间，少伦吼是咱宜兰的子弟吼，3星会友，所以共款吼。
伊伫咧咱遮安尼受培训啊，那嘛是共款，那亲像是咱以后，那亲像咱南洋派出去的即个啊，要诚做上帝的仆人牧者吼。啊，所以啊，咱就是安尼尽力甲培养啦吼。啊，毋过吼，迄个我今仔日吼有几个位吼讲了无真好势台语啦吼。这还佫小可佫加强者吼，老龄啊老年啊佫呢佫是无共款的。尤其伫咧最近即马咱的即个迄个啥，迄个性骚的部分吼，最近的即个议题吼，一直咧延烧吼。你头拄讲的迄句吼，这个有一点点危险，所以吼爱注意咱迄个用词吼，台语的部分吼，咱台语也是一个真水吼，所以伫咧迄个咧用词顶面吼啊，尤其咱较少年一辈有当时袂晓讲，啊，这也是我一直鼓励咱新学生，等去伫咧新迄个新学院的时阵，你不管安怎，你就是尽量用台语讲。哦，当初时伫咧咱的中间的即个潘新荣伊的母语是迄个华语，我甲伊要求啊，伊真正伊就伫咧学校内面，我讲，你就是不断伫遐讲，因为你以后你学识，你一定用会着。哦，啊，你伫咧新学院，你安怎讲？吼，讲甲去互同学甲你笑，拢无要紧。你毋好等去到以后去派去到教会，去互教会甲你笑。哦，安尼就毋好。哦，因为咱这是你的迄个服侍的一个真要紧的，所以少伦加油吼！其实少伦伫咧即个台语的部分，若伫咧咱安尼连续3个新学生来讲，伊的台语已经算真好啊！我要甲教的无真济啊，但是吼，可能就是伊台语吼，迄个平常时无真常用吼。是毋是啊？哦，所以哦，今仔日讲奇怪，你今仔哪会讲迄个发迄个音啊呢？哦，啊好，啊咱嘛祝福吼少伦老师吼，安尼过来，安尼伊还佫有一年伫咧新学院的时间，伊暑假的部分要去到伫淡水马街去上即个 CPE， 也就是迄个病床的临床管顾的即个实习，了学校会佫派伊佫去。另外一间教会来实习，新学生会通有安尼的机会去到伫教会实习，这是真好的代志。因为咱平常时咱伫咧教会，拢是伫咧一间教会内面，你的教会观只有干那伫咧某一间你伫咧成长的教会。新学生会用伫咧安尼无共款的一个教会伫遐来去观看的时阵，伊会用有搁较宏大的迄个教会观。因为以早咱平常时咱伫咧教会内面做礼拜。咱若咧讲到咱教会时阵，咱袂去想到是迄个大公的教会，咱敢想到是咱亲像讲咱咧讲咱教会时阵，咱敢想到是南洋教会。但是上帝的教会，主要所的教会是一个迄个整体，所以你当伫讲教会时阵是一个无共款的。所以到伫新学院以后来派去到伫各教会伫遐实习，就是要去看见一个无共款的上帝的教会。所以安尼，搁一届，咱请少伦起来吼，咱搁甲伊鼓励一遍。嘛真多谢伊安尼将近一年的时间伫咱遮的实习吼，伊拢点点仔做吼。伊来的时阵，我甲伊讲的，伊拢真正着安尼照做，搁有做超过吼。有当时安尼牧师伫咧迄个无闲的时阵，伊着吼帮我甲敲吧过去安尼吼。所以真感谢主我相信少伦以后嘛会成做一个真好的牧者，感谢主。搁一届迄个来介绍咱的干事适配就是干李娇姊简贞芬的新妇，安尼会较清楚无？有的人适配是啥物人？尹先生明德可能伫外口咧带囡仔吼。所以咱若安尼讲的时阵，咱就更较清楚知影讲就是李娇姊的迄个新妇所以期待伊伫咧遮安尼会通真紧来上手，嘛真感谢主适配伫咧安尼一个月内面，伊安尼真自动自发来伫咧遮安尼请到遮的
特别请着淑芬啊、佩瑜，咱的遮个长级来帮助伊，互伊会通搁较紧来熟悉即个教会干事的即个工作。伊嘛安尼真紧来安尼上手，嘛期待伊会通做真好的工，帮助教会利益伫教会。以上。谢谢牧师。少伦是我们很好学习的榜样哈，多走一里路。这是咱同心来祈祷。主爱天父，愿感谢你，因为你用完全无条件的听来听阮，因为感受到你的听，回应你的听。史怀哲去到上偏僻的非洲大陆，德蕾莎修女去到上宋乡的印度，这个信仰的前辈，真正实践你的听人亲像家己的命令。因的生命真正发出基督的香味。我嘛心无意爱这款水阁有意义、有价值的画名。求上帝来帮助阮，互阮每一摆来到你的面前，毋是求家己的家庭美满、身体健康、事业亨通。如果阮的信仰只是停伫遮，求家己的利益，安尼甲外邦人拜偶像无啥物无共款。阮应该学习提高听的赞处，为着别人来活。听别人，服侍有需要的人。我相信这款的信仰，才是通荣光上帝、利益正人的信仰。主爱天父，我感谢你保守台湾，你伫台湾掌权做王，互撒旦的搅扰无效果，互真理的灵引带百姓，互台湾成做行公义、好人民、甲上帝同行的国家。阮也为着教会事工求主祝福。教会伫7月31到8月初5，主日学要举办烹饪品格塑造营，求主首事主日学的校长琼娥以及正同工同心合意来服侍小朋友，互囡仔有感受到教会亲像一个有疼的大家庭。活动结束了后，会继续留伫教会。主啊！教会中有年老的、有身体欠安的兄弟，求主你特别看顾因。黄珠、路人杰弟兄、文科、林家珍、林淑娟、林美玉、吴进平，这的兄弟，求主你，互因病得医治，恢复元气。主爱天父，我嘛知你的话。是你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阮对你的话哪认捌，阮的信仰就哪徛在。求上帝帮助阮认真打拼，造就家己的信仰，来成做你所欢喜的囝儿。阮安尼感谢、恳求、祈祷，奉靠救主耶稣的圣尊名求，阿门。这是咱来吟祝福的诗，圣诗399首，愿上帝。愿上主大仁爱，吟诗煞咱请牧师祝祷，请起立。愿上主大仁爱，燃点你心内，主会听每时刻。
高永世代。是阮的主，阮满心感谢你。阮透过对领受主你的话，阮一摆搁一摆来受到提醒。愿你的神不断来提醒阮、帮助阮，互阮会晓得阮安尼明捌，阮过去阮的这士大人因的信仰，搁毋若承接信仰，搁对主你领受对你来的圣神，互阮会通看见，也领受主你伫阮心内的迄款安尼的调明，搁阮欢喜来随时来。安尼回应主你对阮的呼召，不管阮是伫咧逐角落所做的，以及主你所交托阮的每一项代志、每一项事工，主阮拢尽心尽力来做主你爱阮所做的事工。伫所做的每一项代志顶面，阮拢欢喜，互主你伫阮所做的代志顶面来掌权做王，搁互主你伫阮所做的每一项代志顶面得到一切荣光。愿你的神也不断安尼来催逼、来帮助阮、引导阮所行头前的道路。但愿平安的上帝，家己互恁一尽正胜。愿恁的神、甲魂以及身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过来时，拢得到保全，无通嫌。吊恁的是信息，伊也要正义。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人三个伫地，对即时直到世间的落尾。阿免。请做灭道闭会。咱伫咧即个公布栏的所在有公告咱的即个咱国家咱要新建礼拜堂的即个建筑师的遴聘的办法吼。即个办法已经公告伫咱的公布栏，请咱家己来看。是安怎？咱顶个月咱就已经接纳啊，一直拢还袂公告，就是咱需要经过小会来安尼同意即个建堂的理念吼。所以即个建堂理念伫咧昨已经小会通过，所以今仔日开始公告。公告2礼拜，若2礼拜拢无意义，咱就要开始来邀请到即个。